这个小子不予录用。刘大人何意？日前你主张织造选拔，我就说你别有用心，你还与老夫争辩。现在报名刚刚开始，你就擅自安排亲信，这个小子不予录用。那凭什么呀？王修啊，我问你，你跟这个小子什么关系？这是我外甥。这织造间不是你王修家的自留地。大人，我也没说让我外甥直接就当公务员啊，这不是还得考试选拔呢吗？王修啊，这考题都是你出的，你的外甥岂有考不过之理？那怎么办啊？这古人云，举贤不避亲，那怎么着也不能因为是我出了题，我们家里边人就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吧？你，张远，你说呢？大人说的极是啊。举贤不避亲，自古有之，也没什么错啊。如果刘大人不放心，我可以不出这个考题。你要是不出题了，好吧，这小子可以报名，不过这考题要由老夫亲自来出。另外，这监考你也该回避，等考试结束，你再回来。行。表舅，怎么了？要不我就不参加考试了。哎，不是，这名都报了，你说不考就不考了？你以为你是韩寒啊？我不想因为我让表舅蒙受到不白之冤。元之啊，污名都是别人强加给你的，但清名是要自己来争取的。人生在世呢，会有很多时候被人误解，甚至蒙冤受屈。但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，相信清者自清，总有一天那些误解都会不攻自破。元之啊，以后啊，等你大展宏图的时候，也会遇到这些事情。那些时候千万不要气馁，想想表舅今天说的话。是，我记住了。去吧。累死我了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夫君最近很闲啊。我能不行？我都停职了，我能不行？不过，我估计我也闲不了多久了。夫君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那个外甥啊，织造选拔考了第1名，马上就要就任了。现在农学那边呢也学织造，在大搞选拔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刘老头怎么请我回去。小侯爷，张运张大人来访。你看，来了吧，来了吧。不是，我得摆点谱，我不能马上就去啊。去吧。啊，我去了啊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哎呦，张大人！哎呦，下官参见大人。别，你看我这也没个一官半职的是吧？不必多礼。大人，哎，最近一切都好啊？啊，好啊，吃得饱，睡得香。那太好了。大人跟我走吧。哎，上哪儿去？农学监呢？啊，你看，张大人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我这还没复职啊！你说我这也没反省清楚，没资格去啊。大人，下官明白大人的意思，但是这刘大人的脾气这么多天，您还没摸透啊？没有，他让我来请您，那就是服软了。软了呀？哎，啊，你说这
怎么就软了呢？你说这，哎呀，这也不能总硬着，是吧？偶尔也要软一软吧。啊，你看，还是张大人明白这个道理。哎呀，下官还是跟大人学习。哎，张大人学习，跟大人学习。哎，张大人好好学习。走吧，走。哎，怎么着？等一会儿，看看。这么多人，这怎么了？大人在织造间搞的那个大选拔轰动京城啊，但是织造那边的选拔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们就都跑到农学间来了。这织造跟农学本就是两个部门，这懂织造的人不见得懂农学。况且你看这些人，你说一个个的，大人的疑虑下官明白，不是下官以貌取人呐。下官刚才跟他们聊了聊，发现他们还真就是狗屁不通，对不对？正是狗屁不通。大人搞的那个选拔不走科举呀，所以长安城的闲散士子们就把能够到这里来，当做了一个入朝为官的重要途径，而那些还想走科举的生徒和乡贡，也把能够到这里来，当做以后中举的一个重要资历。本来那么清冷的一个衙门，现在变成香饽饽。是啊，还真是官场怪现状啊。其实刘大人早就想到此景了。刘大人怎么说？刘大人说，农学监的官员并非朝廷正式官员，所以一切权力都归少监大人。哟，不是刘大人还真会啊！好事他全揽了，把坏事都推我身上了。我问你，那我管这事儿，现在都谁知道？应该可能大概没谁知道吧。但是大人，有些事情一个人知道了，那就全城都知道了；有些事情全城人都知道，又好像谁也不知道。您懂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大人这个差事其实是个肥差，只是稍有不慎。不慎怎么？啊，这大人您懂的。下官还有事，下官告辞啊。哎，不是张大人不是你没说完啊？鸡贼，真他妈贼！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啊！哎，见过少监大人，别破坏少监大人雅兴。我是来上班的，我有什么雅兴？少监大人，在下知道您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在下实在佩服。啊，佩服就行了，我先进去。哎，等等，少监大人，家父也实在佩服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，特着在下带了点小礼物以示慰问。令尊是哪位啊？在下梁建言，不知少监大人能否借两步说话？哎，少监大人，一点小意思。哎呀，这不合适吧？哎，您就收下吧。少监大人果然是明白人，也不是特别明白，还得等你揭一下谜呀。其实很简单，在下就是想在这农学界谋个职位。哦，这个我说了不算啊，还得刘大人点头才是。哎，刘大人早就放话出来了，这农学监官员非朝廷正式官员，一切任命啊由少监大人负责。那行吧，我心里有数了啊，你去吧。在下告辞。告辞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徇私舞弊。公主，你们大唐哪个官员不徇私舞弊啊？可是这次不同。这次是不同，我现在不是在跟……交出来。
叫什么呀？贿赂？没贿赂，不可能，真的没有啊！那些纨绔子弟除了会贿赂还会什么？那你相不相信你老公我不是那种收受贿赂的人啊？夫君，其他事情我兰陵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不祸害百姓，你为你家捞点油水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是农学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。当初陛下把你从兵部调到工部，也就是看中了你可以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儿。这农学虽然是清水衙门，但对于百姓来说却是重中之重啊。你先坐下吧，坐下啊，别生气，生什么气啊？我知道，我这人是喜欢是偷鸡倒把，占点便宜，捡点漏什么的。但是面对百姓的民生问题，那我绝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可是，真的让那些纨绔子弟进入农学，那农学的风气不就跟别的衙门一般无异了吗？况且，会寒了那些真正想要致力于农学的寒门子弟的心呢。您就放心吧，我还真跟那些捞钱走关系的昏官似的。我要真想走仕途，当初飞到大唐第一天我就开始钻研这个了，还能耗到现在。其实，我是相信子豪的，只是我不忍心看着好好的农学监被弄得乌烟瘴气的。兰兰，我今天来不就是跟你商议此事吗？全部录取？正是，如今农学监热闹非凡，汇集了京城大小士子。但是，一些真有本事的人看到这种景象，反倒纷纷离开。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！是，我们这位少监大人做事是出人意料。下官也看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难不成他是……这小子虽然做事太过邪诡，我看他也不至于拿整个农学监开玩笑吧？是，下官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你呀，好吧，咱们就静观其变，看看这王修、王子豪到底是个奸臣还是个佞臣。大人，这俩是一种人。各位，诸位都知道，在下是受了监造大人所托，全权负责这次农学监的选拔活动。但是全程情况我都汇报给了刘大人，此事张大人知道。因此选择了你们的不是我，而是刘大人和张大人。大人，这是……经过层层选拔，最后你们留在了我农学监。你们都是精英啊！我看呢，是那些好处让刘大人和张大人选的人吧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啊？哎，你怎么说话？张大人，这同学说话要注意场合啊！不消化。大伙儿都明白，我农学监是个清冷衙门，不过清冷呢，相对也轻松一些，所以大家才能更加清闲的工作和娱乐嘛，对不对？只不过工作虽然清闲，但上岗之前要做一些简单的培训。培训？啊，我想问一下诸位，有谁知道农学的知识？不懂。那谁能分得清韭菜跟麦子的区别？分不清。那张大人，嗨，所以嘛，虽然我们农学监是个闲差，但一点儿不懂农学的知识也说不过去啊。因此要简单的培训一下，大家都能理解吧？能理解。那大家现在就跟我去吧。现在？对呀，马车已经在外面恭候多时了。来，走吧。你们准备上车，咱们农学监没什么钱，就坐这个去吧。不是吧？就坐这个？我就坐这个。对啊，少监大人，要不您告诉我在哪儿，我自个儿去行了。
也让同僚們鬆快些。哎，你看，这可是刘大人特意花银子给你们雇的车，不给刘大人面子是不是？啊，上车，快，你们上车吧，上车吧。坐不下的就在后面跟着跑一跑。那个换着坐啊，往里坐。这10里地换一拨人，往里坐。坐不下的就跟着跑一跑吧。行了，坐不下了，那个后边的等着换班。行了，出发。注意安全哦！少监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个培训法啊？上山下乡学工学农，让这些纨绔子弟也接受一下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这行吗？当然行啊，这些都是有革命经验的人想出来的办法。啊，如今呢正是农忙时节，那些佃户们也忙不过来，正好让他们搭把手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是说，他们的老子那不乐意呀。那就得看刘大人了，刘大人才是监造大人。是这样啊，那也就只能如此了啊。那行吧，等好消息吧。哎，等，大人，这一大票人这是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去我家田里呀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佃户们忙不过来呢？去您家呀？这怎么了？不合适吗？啊？你有什么异议吗？我问你，张大人，这韭菜跟麦子你分得清哪个是哪个吗？不是你分得清吗？你能不能分得清？我有要事要回去禀报刘大人啊。那我先告辞，我先告辞啊。那告辞。麦子去，您慢点儿，跟那。上山下乡，哎，好怀念啊！别动啊，马上出来了。哎呦我去，这么老大，能不能行？喂，你们俩，侯爷，你有何吩咐？给你们俩个好玩的差事。好玩的，我就喜欢好玩的。您说，小侯爷。明儿你们俩别在家里住了，那住哪儿啊？去村里，在我们那个地上旁边的村里住去，办成佃户。我懂了，小侯爷。哎呦，变聪明了啊，这么快就懂了。您是在外边又养了外宅，让我们看着去。放屁！你脑袋里边都想什么呢？外宅，还能不能有点别的？侯爷要杀谁？杀什么杀？收起来！哎，我是让你们俩一个去当保镖，一个去当托儿。是你当保镖，你当托儿。啊，我说呢，保镖我也不会呀。对，就你当托儿。走啊！哦，各位公子，今天咱们学的是播种，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工具。这个叫锄头，这个叫耙子，这个是大锤，这个呢叫大宝剑。大家都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就是没看懂。不懂没关系，只要大家干着活，慢慢就清楚了。停！诸位，啊，这是让咱们真的去下地呀，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王少爷明明就说让咱们装样子观摩一下，怎么让咱们亲自下地呢？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开始。你们想想，这王少监啊，让咱们下地，那10有8九是让咱们把这些农活全都学会啊！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天天在这地里杵着，饭吃不上，水喝不上，到时候一不小心，说不定踩了那米田共了。这对咱们有身份的人来讲，那是奇耻大辱啊！这不会吧？会。放眼望去，正值那播种季节，你们看看，这整个田地里有一个农人吗？没有。所以这些活都是让咱们来干的，啊？为什么不成？咱们得找他们说道。诸位兄台，小弟学过几年武艺，啊，如果相信小的的话，我替众位出个头。
你过来，说你那大黑脸看什么看？嘿，什么事儿？老子是来农学监当执事，不是来当农人的，是吧？我们不下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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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须下地，必须干活。那老子不干了，农学监老子也不去了啊！老子们要回家，回家，干完活才能回家。呀哈，有没有王法了？欺负老实人呢？你，哎呀！二娘子，你真他妈狠！确实，也只有夫君才能想出这样的招数来。这个叫偏方治大病，混蛋克流氓。流氓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有时候就得不走寻常路。哎，夫君，那帮公子哥儿，他们现在什么样了？你猜？哎呀，大家都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说，少监大人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我们差一点都见不到您了，太苦了。古人云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啊！”这次这个训练非常成功，农人们对你们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啊。所以我决定以后每半年搞一次这样的集训，而且要加大强度啊！行了，大伙儿都收拾收拾，回去休息嘛啊！走吧，都走吧。哎，张大人啊，哎，那个后院不是还有一批粮食没运完吗？快，正好找些人手，快！大人，高，实在是高，下官佩服。这个王修，确实是个鬼才呀。大人，李淳风道长求见。什么事儿？李淳风道长说，明年关中无粮。哦。我大唐刚经历吐蕃会战，商洛地震。朕本于修身养息，以慰民生，可这大旱有至啊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哎呦，不是这什么意思？突然暴脾气上来了，是干嘛呀？更年期啊？我哪儿说错了吗？我们大唐人最重礼仪呀，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呀。又是粉红炸弹，这个月已经第3次了，不去，我不去，就说我出差了，不在家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